来看到是咱人去影响到鸟啊，所以要来看到这是高山啊影响到咱人。一个细汉的大学生和朋友做伙骑奥多摆，为苗栗湾里去三义，雄发觉路边有大细粒石头，有够多，两个人为着大家经过安全，落车斗相共来清石头。落尾两个人才发觉讲，原来路边的树林有一顶高山啊，伫只乌白啃石头。苗栗县政府的农业处嘛讲，若是有高山啊来咧乱，影响到来去民众的安全，因着想办法来掠高山啊。甲高山啊送去别个安全的所在。细王的大学生甲朋友骑车伫130县道往三义的后段，发现土口真侪石头，上大地上少有15公分，有的就伫路中央。行经过车到着石头会发生意外，因专工停落来捡石头，毋过这的石头安怎捡拢捡袂完，哪捡佫会哪人？头举起来看，才发现原来有高山啊咧捡石头。上面有猴子在丢石头啊！细王的大学生讲，头起心毋知影原因，落尾才发现是有高山啊出现，专工录影甲录落来，树林内底有几啊只高山啊伫咧捡石头，毛石头是因为高山啊行过落落来的，实在是有够危险，所以伊才专工铺网络提醒大家，落的拢是石头，凶手就是山顶的高山啊，请经过的人爱注意。网友留言感谢因好心的提醒，佮讲高山啊真是愈来愈多啊。有猴群，然后有丢石头，也有他们跑过的时候掉落的石头。还会不会担心猴子丢石头丢到你？应该不知道不知道啊。你在这边有看过猴子吗？有。看过状况是怎样？他坐在这个上面。山路的涂骹拢是高山啊，结的石头，民众敢若会当互相提醒，戴好安全帽啊，做好防护。经过时阵，家己较细腻咧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